最近若是有去洗菜市啊，就会当发现这个金蕉的价销是直直起，有的所在甚至是1公斤起价超过100块。有人就咧质疑讲，这敢是有菜摊伫咧作怪咧？有农民表示，去年因为连续经过3个风台，甲金蕉长拢扫了了，所以即个价销才会贵到即落型的。另外，鸡卵嘛是有咧起价，顶礼拜起3块了后，即礼拜阁起2块。有农民认为讲，因为气候的变化，才会造成鸡卵的产量减少。高雄旗山的金蕉园，为土地的金蕉敢若1皮尔，另外1皮则拄啊补出来，剩的拢是第2届复经了后所种的金蕉，拢总无结果。看到最近金蕉直直起价，金蕉农讲，这真正是看有食无简单个。伊全岛各府跟高建多啊，当啊吐3-4丛落来啦，规地吐3-4丛啊。都无物件啊！金蕉农讲，目前高雄产地价1公斤108块，去年同期是差不多30块。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催你拍卖金蕉，上悬1公斤165块，催上悬160块，各进前一天嘛到140块，这样悬的价销，互人怀疑讲，敢有人咧创空？全球人迄个极端气候，所以寒流啊济，寒人的天气嘛啊济工，所以金蕉伊咧生长。旗山农会认为，金蕉出售所以价销才会起这悬，估计6月了后大出就会当转荷。规年价销嘛咧起，顶礼拜1台斤起3块了，这礼拜阁起2块，1台斤产地价甲批发价分别起价27.5甲37块。规年农讲，这是气候变化上大，影响鸡母生卵所致。冷的时间又真长啊，温差一直上下温差早晚的温差超过10度，鸡仔就会较歹饲，所以小感冒难免，所以加减不拢减量。有鸡卵农认为，虽然起价，因也是了钱，因为饲料起价这寡成本因素，互因安怎卖着了钱？除了希望政府协助，嘛会考虑减产来降低成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